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梅曼博士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恢复良好；西藏人权捍卫者才让错遭中国政府拘捕；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圆满结束对新德里的访问活动；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任命新的召集人和联合召集人。驻澳洲办事处举办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筹备会议。北美藏人青年积极参与社会交流、情绪和伦理课程培训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办公室于本周一8月5号通过官网发布了尊者术后健康状况的最新进展。根据官网发布的消息，纽约特种外科医院成人重建和关节置换科主任大卫·梅曼医学博士于上周末拜访了尊者。在检查和观察了尊者的膝盖及物理治疗训练后，梅曼博士表示，尊者目前恢复状况良好，一直在积极接受物理治疗，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进一步指出，在接下来的6到12个月里，尊者还将继续接受物理治疗，以达到最佳康复效果。预计这段过程将持续1整年。与此同时，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本周一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权捍卫者才让错的无情迫害，以及玉树州警方对他的任意逮捕及处以10天行政拘留的行为。声明指出，才让错是一名职业导游，因揭露中共当局对2名前往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巴青县朝圣的西藏僧人实施种族歧视，因此他遭到当局的迫害。这是才让错第4次因批评中国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和呼吁平等公正地对待境内藏人而被拘留。据悉，才让错在上述事件发生后回到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家乡后，于6月29号被当地警方以危害社会稳定的罪名拘留，后来在被行政拘留10天后，于7月8号获释。此外，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率领的议会代表团，也于本周一8月5号开始，为期5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一系列的访问活动。期间，向多名印度各党派的议员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印藏维持1000年的友好关系。在新德里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分为2组，相续会见了印度联邦各部门部长、印度国会5个不同政党的领导人和议员、5名前国会议员和地区立法会议员，以及印度人民党全国发言人等各界政要。在会晤上述政要期间，代表团强调了印度和西藏在地理、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友好关系，同时呼吁印度各界关注中国日益扩张的侵略性政策，以及敦促中国政府对其行为负责的必要性。代表团还强调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并指出这是和平解决藏中冲突、促进区域稳定和共处的互利方式。代表团还向印度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提交了一份包含12点呼吁的请愿信。另外，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于本周三8月7号成功恢复并任命第18届人民院临时议长巴特里哈里·马赫塔布议员为召集人，任命印度人民党议员塔皮尔高为联合召集人的。这一任命消息在西藏人民议会和印藏协调办公室于当天晚间举办的晚宴上宣布。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议员格西拉让巴、安珠次丹和议员顿珠扎西、议员洛本图登坚灿、议员格西阿汪刚热、议员格西阿同仁钦坚赞和议员次仁央金，
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景美炯乃、印藏协调办公室代理协调员扎西德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席了活动。主办方邀请了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前任召集人苏吉特·库马尔、新任联合召集人塔皮尔高议员等数十名印度国会上下议院各党派的议员和政要参加了晚宴。在主办方宣布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新任召集人和联合召集人的任命决定后，议长康波索南丹培致辞，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的坚定支持和热情款待，并着重谈到了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的成功恢复，以及西藏自由事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于上周六8月3号在悉尼举办了为期2天的会议，着重讨论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会议召集了澳大利亚藏人协会的主席和秘书长，以及澳洲各地区藏人协会的主席和执行成员、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董事会的代表，以及澳大利亚藏人志愿游说小组的成员，共同就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埃默里大学和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协会共同为北美藏人青年量身制定的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计划研讨会于上周日8月4号圆满结束。为期3天的研讨会旨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培养北美藏人青年的慈悲理念，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交流、管理情绪和促进论理道德的价值观。埃默里大学的罗桑丹增里吉教授、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项目的助理主任尊珠桑培、丹增索朗博士，以及康涅德格州青年项目协调员丹增玉珍等4位专家共同主持了培训活动。而最后1天的培训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梁杰曲珠博士和藏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共同主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9个不同地区的70多名藏人学生参加了本次培训活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